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囡仔兄、囡仔姊，来，都是这个所在，咱去徛好。恁敢知影咱今仔日要来创啥？提宝藏。提宝藏，啊！恁平常是教咧讲台语？恁若是想要提宝藏，等一下讲台语啊，尽量啊大声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大家要加油哦！招梦是阮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招梦神，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，上活泼。上古锥，也阁有上美的美美队友，大家好！忘唔掉，来到神殿就是爱这呢有精神，才会摕到宝藏。你讲对唔对？对。啊，毋过看到你真有精神，我就真生气。生气是安怎会生气啊？现神甲阮讲哦，要带阮来去游览。啊，毋过这个红旗旗甲白色色，哦，为着要去佗佚佗，人个伫遐冤家呢，我就毋知影要安怎解决，想要问囡仔兄、囡仔姊，你若是拄着这种问题，你是会安怎解决？甲我淡薄仔意见的啦。就是今仔日去伊想要去的地方啊，明仔载还阁去伊想要去的。哦，先听别人的想法。对。哦。加倒石头纸拍定，爱先去我的所在，还是先去伊的所在？哦，看向输还是赢呢？先冷静。伊讲先冷静，啊，莫冤家，啊，先听对方的想法，才来决定讲要去倒位算是安尼吗？大家拢讲了真好，每一件代志拄着吼，一定要好好冷静，也阁有讨论，爱坐落来好好的研究。你讲对唔对？就甲恁同款咯，你即马是共一条心，所以你今仔日要来遮摕宝藏，安尼会真欢喜。所以来遮的囡仔兄、囡仔姊，提出你的精神，也阁有开力。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阮是台日义务队出发。我有功力。来，好，咱若是要摕宝藏吼，都要拜托现神啊！咱先徛这个所在。现神，你继续分，你继续分。啊，加油，你要分我哇，好，安尼就好啊，哦，安尼应该就真水啊。安尼咱雄雄咧做这。无啦，我想讲哦，要甲神殿安尼布置，装潢较水的，安尼看起来较热闹啦。哦，这个囡仔兄、囡仔姊，恁敢知影？我头先这分的这叫啥？唔知啊。唔知？啊，甲一种动物有关系。以前拢讲，咱分气球就叫做分啥？分鸡龟啊！分鸡龟啊！啊！安尼恁敢知影？甲迄个鸡龟啊的鸭摕掉，分鸡龟会变啥物意思？唔知。唔知？鸡龟。臭蛋啦。臭蛋。臭蛋，讲这人就爱吹牛。吹牛就讲啊，你这哦爱分鸡龟啦。安尼你敢知影？除了分鸡龟是讲吹牛以外，吹牛佫有倒几种讲法？碰碰。碰碰。对。来讲碰碰水鸡嘛，对不对？喊过。喊过。对，这人真正哦，就反正就好吹啦。讲甲敢若哦，一个规个故事拢互伊编了，伊讲迄种感觉。就喊过。哦，真好，安尼即马全部拢讲着。来哦，有信不信摕到第一个金箍扣无？哇！好来，准备接招，林来卡。
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来伫甜舞部队，请问一下哦，恁之前敢捌看过恁的队长，有无？有啊，啊，你感觉伊是一个什么款个性的啦？活泼，啊你的？高水，高水。啊，你感觉恁家己的个性是啥款？因为你上了解家己嘛，教阮你的。活泼。你感觉你的个性是啥？你感觉活泼？活泼，油花活泼，我嘛是活泼，你嘛是活泼？有啊。活泼，你家己？赶快。同款，大拢活泼。好，我就要看恁到底有偌活泼。我即摆要来甲恁考验啊，有信心无？哇！加油！现在卡。啊，开始啊，较头前的哦。好，好，哎呦，啊彩叔啊！啊，看好势哦。啊，无，我心路较准的，看准好。第二个，着急，着急。来，四指，着四指。哎呦，微困，微困水哦，微困。拍摄，嘿，歹势，足好的哦。可以，讨厌。讨厌哟，讨厌对，讨厌。较大声讲出来，无紧。来哦，加油！鼻胸，鼻胸哦，厉害哦！来落拼，卖个拼出。万弹，万弹，对，万弹。照背，臭屁啊！哎呦，一选拢无去神着哦，加油哦！六枪吧，六枪，勇敢，真好哦！你真勇敢，来参加节目。pass 水开，欢乐，对，欢乐。pass，好，下面甲你讲。好。还要水，心肝大兄，心，听大兄，对，好，啊，注意。厉害。心惊胆跳。pass，水 pass， 来哦，嘛是真侪题啊，还有10秒哦。pass，大，三，蛋，啊，无紧，下面咱做伙过来讨论一下。好，时间到，咱来做伙讨论。第一个无讲到的，讲无够伊准的是啥？安怎念？四字。舌无合喙，你就四字，较大声念出来，无紧。四字。啊，再来这啥？摇摆，摇摆，哎呦，啊，即摆拢会晓。啊，头前有当时紧张讲袂出来，对，摇摆，交心，就是敢若真郁卒、真烦恼安尼，迄个心情。散淡，应该就是讲你的心情较郁卒啊。我考试考了无好，看起来足散淡的。安尼拢了解啊吼？了解，了解。好，咱来看嘛，恁得到12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恭喜！是哦，加油哦！好，好，后一关更较有信心嘛？准备接招，现在卡！好康到相报，两位队员换球台，看球有练要去倒一空，另外3个人就要讲出台罗拼音共声母的词，看到几题就会当摕到相对应金箍箍，恁敢有法度来过关嘞？今仔日啦，我拢有注意到，
注意到每一个小朋友的头鬃哦，拢编甲足水的，恁甲看啊。拢是啥物人甲你编的啊？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伊选你的，阿母，阿母。阿母这厉害啊！油花你。阿母，阿母，拢足好看，而且今仔日有一个小朋友，伊是为美国来，伫咧美国住3、4年。安尼哦，嘿，是油花是无？油花，啊，你敢有法度 conversation 甲你的队长？你是我队长啊！哎，无伊讲，啊，你甲我翻译。啊无你用台语甲大家问好，你敢会晓？你好，你好，我好，阮妈妈就好。你也无问你妈。我想个讲我大人，我讲不出来啊。我该跟我开讲啦。好啦，啊，你表示你迄落第一年拢真好。哎，袂歹。要来考验吗？好，加油哦！平大家，来开始。开始啊，开始哦！哎呦，加油哦，加油！来，赶紧加油者，加油者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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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点好，有点好。安怎念？放赛，放赛！对呀，高分水。阿爸，阿爸，加好，来，继续。看杯，来，来，继续加油！加油哦！任务节奏我真好哦，加油！后边买样的，后边买样的，速度啊，较紧的哦！啊，这个完赛。哎呦呀！来，安怎念？鸡两个鸡，高落去倒，高啊，高啊水。鸡两个，啊，袂使，讲一个你，换一个。介，加油，真好。贵，贵掉，水哦。去行继续加油鬼来，哇！加油！快我快！派去另外一边无？嘿，一算有小可代志做。嘿，加油，吹了！好来，安怎念？你的目头，目头水，目头有。目睭，目睭，哎，袂使，目睭甲迄个目是同款的。目白，目白，好。啊，安怎？马人对，金马啦，金马人。来哦，加油！去另外一边去。加油！我抢位。过去，好，啊，赶快。安怎念？鸡步好，鸡步对。咸酥鸡，咸哦，水哦。有教，你有教啊？我有教，对。分数无够，较紧的分哦。数无够，紧嘞，还有时间。来，甲海过，啊，你比先较低，你先较低，伊就过，嘿，过。紧的哦！过！来，这边拢会知哦。有点好。来，安怎念？好天的好，退惊，嘿，嘿，来，好对，水。后道，对。人卖好啦，一个时间，到。时间到。好啊，不过听起来是表现得袂歹哦。做伙来看卖钓到几题，请来教。表现得真好，不过咱嘛是来讨论一下吼。好，第一题是安怎念玻璃波吼？用 P 的音落去读，感觉有啥物字？放赛，便当钓水。放流放赛，哇，你拢是甩溜溜的哦。这是上重要的代志啊！你大家拢爱做的啦一。定爱做，真好。好天的好，H 的音，感觉有，甲迄有关系。收者，好，对，好对比。赛，什么？好比赛，好比赛，好。有啊，敢好呀，好呀，三家。后一题木你的木 B 的音，猪肉牛肉，啊，搁有鼻目喙，鼻目喙，目喙，目睭啦，目睭。阿母，哦，米粉哦，他到米粉，米，真好哦，真侪题哦。来看卖啊，林东总哦，得了15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真厉害呢！
厉害哦，两个金箍箍恁摕去啊！来到上尾一关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卡！总共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赶转去因的厝，另外两位按题目做句，天本早赶起来进前，讲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。探险队员，恁的骹手会较猛哦。米米队长，我看你带的这群小朋友哦，拢真厉害，所以我今摆要甲恁考验一下。好，有两个音足近足歪的，我看恁有法度分辨无？我甲石门神讲，我要去便所。另外一句是，我甲石门神要去便所。啊，你知影？我甲就是甲伊讲，嘿，对。我甲就是做伙啊。水啊！无错啊！原来是记这种便所的呢，因才有感觉。因为因大家好爱去便所。对啊，丰秀诶。啊，既然这关是造句，所以就照咱头先教的这两句来做一试看卖啊，好无？我甲阿母讲，我要去公园耍。水，安尼就对啊。个人要试看卖无？另外一个，我甲两个人互相的。做伙。我甲阿公做伙去学校佚佗。哦好，开始要进行挑战啦哦。好，加油！安尼，请一位，恰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噶！开始，来，啊，开始手拍，加油，跟你朋友加油，加油！哦，较我较轻的，较轻的。跟你四脚运动，你那裤脚落去，较有法度会长去哦。轻轻的，轻轻的。跟你朋友加油啦！好，来，这，第一个题目。热天甲导游。跟你朋友加油啦！加油！第一个题目。热天甲导游。做导游的所在一定爱是热天。哦。目对啦。但是足歹讲，无一定爱热天啦吼。啊，可以讲出来这个造句。一万。哇！加油哦！加油哦！啊，过头，紧嘞。一万就轻呢。嘿，会开，对。较悬的才有啲动物哦，足久无出来啊！对哦，轻轻嘞。来这。姐啊。阿兄一个啊放屎，一个啊放尿。好，真好。来，高啊较好用，来。高啊。阿好啊，过来啊！加油！阿好啊。我甲好诶。阿好啊！紧去。好啊。较紧嘞。加油！啊用菜。阿好啊！差一点嘛。哦。超越。较紧嘞。好，你看。好。失望甲懊恼。失望甲懊恼。我考试考无好，互我感觉就失望甲懊恼。啊，会啊。来，阿米啊！阿 B 呀，差一点嘛，想要一题。阿米啊！阿米啊，上无听话哦。啊，米啊，较跟大一分是不要咧过哦！再一个较大的，回去。加油！伊一个细啊安尼。一个人。好一个。来，请搞呢。虾米用买虾米？我足欢喜，强要买起来。厉害，耍。因为时间嘛差不多要到啊，而且咱四个动物拢等喺厝，做句做了嘛袂歹，咱看卖到底对唔对？来出来，咱来做个复习。这位热天甲导游，头先是安怎讲的？讲什么？做导游时阵一定爱热天，对不？敢若无一定嘛。无一定。啊，毋过有讲出来已经算袂歹。对。哦，敢有别款的做句？来，杨武。热天的时阵，我食凉的面，爱加豆油。哦，食凉的面爱加豆油，凉面爱加豆油，真好。安尼第二题，一下。姐啊，
我去公园一个啊，算脚踏车一个啊，算出流浪，对，自由流浪出流浪，溜滑梯出流浪，失望甲懊恼。对。钢琴比赛的时阵，我无得名，就失望甲懊恼。安尼对啊，真好，真好，有去努力，这种感觉过程真好。好，咱来看卖啊者，后一题强马。强马哦。阿母生日的时阵，我送伊一份礼物，伊欢喜甲强马哭出来。水啦，哦，这句真完整，叫大心啊，嘞。真有画面，真温暖。好，真好，真厉害，拢总摕到4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哎呦，3个金箍箍拢互恁摕到啊！到底敢摕到宝藏咧？现来看。来的国小真正厉害。3个金箍箍竟然全部拢互因摕去啊！安尼，恁过去有看过阮的节目无？哇！啊，以恁的经验，恁感觉选倒一个动物？较有机会，4个动物，动物刷牛哦。对。哦。好。所以你有3个金箍箍，第一个金箍箍要长尾山羊。对。好，安尼手甲放起。轻轻啊！我讲请饲落，你讲长尾山羊，你要去离哪里？是讲较近就对啊。好，第一个金箍箍，长尾山羊，请饲落。哇！够龙解机会。哦。看要选倒一个动物。要倒一个？9号。9号，确定啊？请饲落。啊！剩一个机会啊呢？要安怎？这声真正紧张啊！我嘛唔知啊哦，敢若现实知影伫咧倒尔。我唔知啊。你想要选梅花鹿？梅花鹿啊！对，希望你会当摕到礼物。好，既然你选梅花鹿，到底宝藏伫内面无？请饲落。哇！安奖！对啦！得到的是古水的豆豆，吼，哇，这真古水哦。这嘛是新的咧，唔捌用过呢。阮这啊，阮的礼物无咧送旧的啦。这会使算足久的。这1000片呢？1000片的呢？这古水足水的呢。花金菇。啊，还有梅花鹿咧。对，花金菇来食茶。对，哎，拢真厉害。继续讲台语好唔好？好。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喜。